快樂過生活，又拼命去生存，幾多人位於山之谷，任我的凌亂。人在遠方時沒有和唱。好難聽啊！咩事啊？各位觀眾，我哋而家喺咩啊？我哋獅子山下，哇！呢條友激肺啊！咩事啊？好啦，俾你唞30秒。我依家成塊面應該係汗啦，係咪？爽。好，訪問下你自己先。訪問下我先，我有咩感想啊？就係我事隔咗好多年冇上嚟獅子山啦，應該隔咗大概疫情前有幾耐啊？6、7年冇上過嚟啦，已經非常之興奮啊！因為今日咧係帶住你班後生一齊行啊！哇，有咩感想呢？但係我哋嗰陣時睇完套戲係雄心壯志，雄心壯志太耐啦，雄心壯志話要行山㗎嗰陣時。冇啊呢啲冇睇過。見到前邊有一陣霧喎，喺呢個時候。如武器，暗暗蓋掩身邊。上咗半段嘅獅子山啊，喺呢個 moment 咧，就突然之間有薄薄嘅一層霧水啦，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要起翻首譚詠麟嘅歌啦，嚟準備1、2、3，撥着大霧，唔係啊，撥着大霧默默地在覓我的去路。上山頂咯喎，一陣開心翻埋嚟，耶！我哋準備上山頂啦。我哋咧要懷着帶住一樣嘢上山，開心嘅心情。 1、2、3，所有嘅義軍。Action！ 哇！我哋嚟到獅子山頂啦，耶！唔該，耶！喺呢個時候要唱一首歌，因為呢個好大霧啊，所以係撥着大霧默默地在覓我的去路。但願路上幸運遇着是你的腳步。我要告訴你，只想向心聲透露，一齊。